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所罗门王。顶礼拜咱看到伊的成功，即礼拜咱要看伊的失败。对一个人的成功，咱会当学习真济；对一个人的失败，咱嘛会当得到真济警醒。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圣经所记载这人物，互阮会当得到真济学习的所在。主，阮看见因的成功，阮知影安怎伫阮生命中间学习这个成功的因素。总是阮看见因的失败时，阮也伫阮的心中有警醒，毋通亲像因来失败。主啊，阮恳求你即时拍开阮的心，互你的神运行伫阮的心中，帮助阮更较理解你的话，也通照安尼去行，来领受祝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若有用心去读圣经，咱就会当理解讲，所罗门其实是一个真聪明的人。因为圣经咧描述所罗门的时阵，讲伊是一个有智慧、充满聪明的人。特别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描述这示巴女王来看所罗门的时阵，伊看见所罗门的时阵，就将所有当想到的问题拢所罗门提出。结果所罗门回答伊所有的问题，无一个问题会当考倒伊。所以对安尼中间，咱理解来讲，伊是一个有丰富知识、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但是，安尼一个充满智慧、聪明的人，却也行入失败的道路顶面。伊当登基做王的时阵，到后来有真大无共款。所罗门变做另外一个人，毋是咱顶礼拜所讲的迄个敬畏上帝的所罗门。伊变做一个离开上帝的人，将来无一个人亲像伊遐尼有智慧，但是也无一个人亲像伊坠落到遐尼深。所以，咱咧看圣经人物的时阵，咱来理解，就是讲，有时成功是一时，若无警醒的时阵，就会行入迄个失败的道路。所以，咱无应该简单为着伊来感觉可笑。咱应该爱对伊的失败中间来学习一寡功课。到底伊的问题是出伫倒？咱要安怎去警醒咱家己，毋通甲伊同款行入相款的道路。这是咱今日要学习的功课。首先，咱先来看所罗门失败的所在，就是咱发现伫圣经中间记载伊的生活非常奢华。伊的正大清英，拢是非常的奢侈浪费。咱看见着这段圣经伊为伊家己做一个宝座这宝座是用象牙所做的一个大宝座，然后用上界纯的金来包咧宝座毋是亲像一个椅仔尔这宝座是头前有6层的楼梯，后壁有一个圆的顶。宝座两面拢有一个扶手，拢有一只狮然后每一层的楼梯两边拢有一只狮，拢总12座将来无任何国王有这款的宝座所以伊迄个宝座是非常水。所有的伊用的酒杯拢是金所做的伊大个宫殿内底咧食饭用的这个餐具拢是纯金所做的。连银都无要用圣经中间说，所罗门时代银无算做是贵重的物件，所以咱会当理解来讲，伊用的物件拢是上界好、上界贵重的物件。咱最近咧读这个新眼光的查经咱去读到，咱会读到传道书对无有的学者认为讲传道书就是所罗门所写的。咱看起着传道书
伊安怎形容伊家己的生活吼？咱来看《传道书》的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吼。伊讲我自言家己讲话啦吼，讲来啊，我来试看觅来享乐吼，来享福吼。我决定借着酒来家己娱乐家己吼，追求快乐。伊讲我想，这可能是人生在世真短暂的岁月中间上介好的生活方式吼。逐工啉迄个米酒吼，互咱生活真快乐。伊讲吼，我开始来起厝吼，我大兴土木吼，为家己起做宫殿吼。我买来男女的萝卜来服侍伊吼。伊讲我拥有真济牛甲羊，比任何伫耶路撒冷大过的人搁较济。我为家己积聚君王的金银、特省的财宝，所以非常丰富的这物件拢集中伫伊的手中。我有真济唱歌的男女，咱知影今日吼，咱生活较富裕的时阵，咱买迄个高级的音响。所罗门毋是安尼呢，伊是叫人亲自来演唱吼，逐工伫伊的宫殿内底开演唱会吼，叫圣乐队来伫伊边仔唱吼。伊讲我有无数的妃子啦、妃嫔吼，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讲伊娶1000个某啦吼，随心所欲，我要爱什么货就爱有什么货，我真正享受，无受拘束。我这生活了遮尔快乐啊吼，咱拢感觉伊可能真快乐吼。毋过后一句恁爱去看11节讲，这一切拢是空虚啦吼。毋过，咱会当理解着讲，伊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奢侈啊！咱来注意吼，就是讲，所罗门的时代当然是以色列国上界富强的时阵，检查奢侈一下，奢华一下，无啥物货。圣经中间嘛无提到讲上帝无欢喜，也是讲谴责即款的情形。但是咱爱明白，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因为人咧享受奢华的过程中间，有时阵会忽略生命中间其他重要的代志。一个人若过头注重家己的享乐，就为家己的生命种了失败的种子，就是失败的开始。因为伫伊奢华的生活的同时，伊无去注意到四周围发生啥物款的代志，这是伊失败的开始，过种奢华享乐的生活，所以伊第一项即个失败，引起第2项。咱来看，伊奢华生活的同时，伊所统治的百姓是过啥物款的生活？伊遮尔奢华，相对伊的百姓是背负真大的重担。亲像无论是咱看见着世界各国的国王相共，有诶若真爱享受，要为家己起真水的宫殿，甚至为家己起真即个富丽堂皇的梦的时阵，一定爱真侪人来做苦工。所以享受奢华的过程中间，是甲百姓的苦痛相连结的。虽然咱若看《列王记》上悬的第4章的时阵，介绍百姓是活了真安居乐业，生活是无烦无恼。但是咱若注意看后来圣经中间伫所罗门死了后，北部的支族的人来找伊的囝罗波安的时阵，对伊的囝罗波安安尼讲。讲你的老爸所罗门，互阮背负重担。如果你若减轻阮的担，互阮的生活过会去，阮就归顺你。因的条件来讲，你互阮的生活过会去，可见所罗门家己一方面过奢华的生活，伊的百姓背负真大的重担，连生活强强要过袂去所以其实古早甲今仔日拢相共。那一个执政的大官，生活奢侈、过头奢华的时阵，百姓生活伫痛苦中间的时阵，这个国家一定会败亡。所以，伊一方面过奢华的生活，伊的百姓却过真艰苦的生活。第3项，伊失败的所在就是伊的生命中间、伊的性格中间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缺点，就是
放纵情欲啦。伊放纵家己的情欲。咱看今日所读的经文，安尼讲，伊讲所罗门爱真侪外国的女子，除了埃及王的查某囝以外，伊阁娶赫人的女子摩押、阿门、以东、西顿，这个查某囡仔，伊拢来娶来。这个拢是上帝捌命令以色列人袂当甲这异族通婚。其实咱的理解，毋是这族群的问题，其实是后壁这个原因，因为因会引诱以色列人去对因去敬拜因的神明，但是所罗门就无咧注意这，放纵家己的情欲，娶700个公主，佮300个妃子，引起所罗门离开上帝。当然，有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讲，所罗门为什么娶这么侪某？是因为有政治因素。咱看见着，首先伊娶这埃及法老的查某囝，为什么伊爱娶埃及法老的查某囝？因为埃及甲以色列迄个时阵拢真强盛，所罗门为着要甲埃及建立和平的关系，就想讲我若甲伊做亲戚两国就袂相争嘛。所以就去娶埃及的公主来做伊某，两国变做亲家了，安尼就彼此袂相争。而且伊娶这法老的查某囝了，法老王阁将一个叫做基色的城送互这公主做嫁妆，就是送互所罗门。咱来去看《王记》相关第9章，咱会当看这个记载。这个基色这个城原本是伫以色列内底。但是长期以来受埃及的统治，埃及将这个迦南人赶走了，统治这个城。因为所罗门娶这埃及的公主，所以这公主就将这国王就将这个做嫁妆，献给所罗门王。所以对所罗门来讲，这是一个稳定国家的一个真好的方法。而且当时的国家甲国家中间真流行这种。用两国通婚来产生和平条约的方式，所以所罗门自然而然，伊用家己的聪明智慧，想要运用这种方式，甲周围的国家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不但娶埃及的公主，佮娶摩押，娶阿门人，娶以东人，娶西顿人，伊将这个公主拢来娶来伊的皇宫内底。真水也无。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安尼讲娶某无用一工，起厝无用一冬，娶细姨无用一世人。伊娶1000个啊！你看伊娶遐尼济，你感觉伊敢有时间去思想上帝律例，去研究上帝的话？无啊，他母这个某都母袂去啊！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圣经一再提醒咱，一个国家的兴亡甲衰落，是在伫敬畏真神上帝，毋是去运用真济手段。但是所罗门过头挖靠家己的智慧，互家己一步一步行入死亡的界线。所以这就是伊放纵家己的情欲，想要运用家己的智慧，去治理伊的国家，到尾啊！这个某互伊离开上帝。后来，所罗门就哪来哪失控，伊差不多变做一个人，伊乱无这个嫔妃，然后甲因做伙去敬拜偶像。咱实在是无法度想象，过去一个遐尼敬畏上帝的人，为上帝起造圣殿的人，到因年老的时阵，伊互伊某引诱去敬拜别个神明。圣经中讲，伊无亲像伊的老爸大比，遐尼一心忠心伫上帝。伊去拜西顿人的神明阿斯塔洛女神，甲阿门人的神摩洛神，四界去拜，逐个神拢拜。咱袂当想象讲一个人礼拜日来双人教会做礼拜，然后拜一个去别个庙去拜别个神，拜二个去拜别个神，迄信仰已经无忠实啊。所罗门就是即款的人。
甚至上帝两遍对显现来提出警告。上帝安尼对伊讲：因为你故意背弃我甲你立的约，无遵守我的命令，我一定要互你的国家灭亡夺去互你即个大神不过因为大笔的缘故，所以伫伊有生之年这代志袂发生。但是伫伊死了，这代志会发生。所以咱看以色列历史，咱就知所罗门了伫传互伊的囝的时阵，伊的国家就分了做南北两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到一个，互咱感觉真可惜、真感叹的代志。一个头起遐尼疼上帝，为上帝起造圣殿，互以色列人有一个敬拜中心的所罗门，到落尾竟然行到这个地步，变做一个违背上帝命令的人。所以，咱爱透过安尼来警醒。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个真重要的信息，咱来记伫咱的心肝。第一项，就是咱必须要明白，一切财物拢是上帝赏赐予咱的。咱伫享用的时阵，爱用感谢的心来领受，而且明白过度的奢侈、奢华，会为着咱的生命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咱一定爱记住，毋通掠做咱已经有财物，咱就无需要上帝。伫圣经中间一再咱提醒。财物的本身是中性的，一个信徒如果会当好好来善用上帝予咱的钱财，伊会产生一个真好的功用，也就是伊会好好来运用，伊会当成做家己甲别人真大的祝福。犹太列比有一句俗语安尼讲，伊讲好野人帮赞送养人伫今生啦，送养人帮赞好野人伫来世，即句话是安尼解说，就是讲好野人看起送养人有需要，伊会当分享上帝所交代伊的财物，来帮助这送养人。当死了后去到上帝遐的时阵，因为伊在生的时阵会当帮助这送养人，所以伫上帝遐的时阵，即款的帮助就成做好野人的祝福。上帝因为安尼来报偿伊。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咱好好来运用上帝予咱的钱财，会当成做咱家己本身以及别人的祝福。但是如果咱若对钱财的态度无正确，伊会为咱带来可怕的后果。亲像所罗门的失败，就是在伫伊伤过好业，伤过放纵。第二项，甲第一项有关系。当咱享受上帝所予咱的财物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去看咱四周围，阁有真济需要的人需要咱的协助。咱毋通亲像所罗门同款，家己伫宫内享受奢华的生活，百姓却为着伊来受苦。咱若有气力的时阵，咱就爱学习一项，就是爱分享。圣经中间嘛安尼来讲吼，箴言第3章79、28节讲，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毋通体死，就应当向遐应该得到的人施行。应该得到的人，就是遐真正需要的人嘛。你遐若有现成的，毋通对厝边讲去啊，明仔载再来，我得较互你。意思讲，你爱互真正需要的人及时的帮助。咱若有上帝恩赐，咱有剩的时阵，咱就爱学习安怎去分享。其实最近牧师嘛真欢喜，就是透过一寡长老的分享吼，我知影咱中间有一寡人点点咧做好的事，就是会晓去甲真正需要的人做伙分享。这是值得咱鼓励。咱知影，咱旧年咱经历过一个真困难的一冬各行各业拢有真济拄着困难经营的人所以咱伫即个要过年的时阵咱的确爱去详细去观察，咱四周围有兄弟姊妹有迄个真真正正的需要，咱会当补满因的欠缺。特别是即个过年的时间，咱会当做遮个代志，点点做遮个代志。我相信上帝伫暗中会报偿咱。
所以咱若有几力的时阵，就爱学习安怎去分享。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所罗门伊伫富贵的时阵，引诱就找着伊。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当咱平静安稳的时阵，咱更加爱小心提防，恐惊试炼就来。咱现主时若拄着，咱会使用真侪只的真方便的物件，比如讲，咱拢有手机啊，会当耍手机啊，会当上网等等，这拢真好，会当对互咱丰富咱的生活，这拢毋是罪恶。但是咱会知影，有真侪试炼的稳重伫这中间。所以咱来说哩，用这物件好好来使用。求上帝，互咱咧使用这个代志的时阵，拢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爱知影，这中间有哪有试探，而且伫面临试探的时阵，咱唯一的方式，面临魔鬼来咱试炼的时阵，唯一的方式就是逃走去甲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保守。所以求上帝，互咱有一个敬畏的心。互咱会当真正使用上帝，互咱一切恩赐，以及伊所互咱一切的物件。最后一项，就是所罗门之所以会当失败，是在伫伊被引诱离开上帝，伊无法度亲像伊的老爸大卫相反，一生持守对上帝的信心。结果伊到落尾被上帝所弃绝。所以咱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咱来全人去交托。咱来将咱所有的主权拢交予上帝，交予耶稣，求上帝，互咱伫一生的中间，拢完完全全属于伊。上介重要就是讲，咱将咱的主权咱毋通想要运用咱家己的聪明智慧，咱应该爱将主权交予耶稣。咱咧做任何代志的时阵，拢想看讲，如果耶稣伫我的身躯边，伊会教示我安怎行。咱好好谨慎来行咱人生中间的每一条路，互咱每一时每一刻拢会当得到主的保守。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透过所罗门伊的生命中间失败的代志，咱来学习这个功课。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圣经的人物的失败，互阮有警醒。阮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特别是今年要结束，新的一档要开始的时阵，求主帮助阮，会通使用你所赏赐阮一切的恩典。当阮有剩的时阵，会当甲需要的人做伙分享。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当试炼来的时阵，互阮会晓避伫你内面，将阮所有的全部的主权拢交予你，求你来保守看顾阮，引带阮头前的路站。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